来乡亲啊，这个桃园机场困住的疫情来扩大，桃园市卫生局嘛来公布着机场4个确诊的清洁人员进前去过所在，包括家乐福中立店、大润发平顶店、中正市场等等这个所在。啊，咱实际到这个确诊者去过卖场，早起也是正常咧营业。民众大部分拢认为讲已经做过2剂疫苗了，佮有挂喙암，佮有真接咧洗手，所以袂伤过担心。也毋过因为这个确诊者真正是去过安尼袂少的所在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是呼吁一般的民众，若有需要，都要去做体检。桃园机场群聚持续扩大，那么指挥中心在5号公布了部分的确诊者足迹，其中在1月1号就有确诊者曾经来到了家乐福中立店。 条件有传播病毒的可能，卫生局赶紧伫昨下晡进行消毒。清消了后，大卖场嘛伫今仔日透早正常营业。这间家乐福是复合式的商场，内底有不少店家照常上班。和去年疫情爆发相比，民众敢若嘛无这么紧张。是还好，因为我2剂都打，我是好公民，所以我都打好，我对我防御力很有自信。基本上都还好，因为我们都已经打完2剂疫苗了。 除了这间卖场以外，以时间线来看，确诊者嘛，伫1月初2暗时6点来到平顶区金祥红面包店；1月初3透早8点15到9点20分来到中立红叶汉堡冠博店。这间早顿店附近同款伫昨都进行清消。另外，确诊者伫同一天嘛来过中正市场和大润发平顶店。而我们来到大润发平镇店呢，可以看到今天卖场依旧是正常的营业，也有不少民众前来购物。有传出确诊者有来过这里，会不会有点紧张？我不知道就是戴好口罩这些啊。出门回去家里都有准备那个酒精啊，就不会那么紧张。有民众也唔知影确诊者捌来过这，大部分的民众嘛敢若无像去年同款这么惊吓。不过要是要提醒大家，若是有去过确诊者去过所在，佮出现身体无爽快的症头，一定要是要赶紧去做采检，避免疫情扩散。